来关心食安的问题，台中有民众去连锁的素食店争鲜包素食回去食，结果一半所发现有西学糖。那台南某民众伫咧85°C买饮料，竟然啉到铁心马。这两案目前当地卫生局拢介入调查。素食店员有几只西下甲糖在顶头，台中周小姐日落伫精神潭子分店要食素食回去食，但是回去厝食到一半，所看到西下甲糖在卖。他是跟我讲说，可能在我回家的过程中，或者是在家里面有苍蝇或者是小飞虫，刚好在食物上面产卵。我回家的路上才5到10分钟，它就马上孵化。周小姐还讲，互业者质疑，佮表示讲，因查某囝食的时阵，发现这入外含有一个臭味。医师说明讲，西下甲糖是福星类有糖的统称，一般是无保存好，才互福星类生卵，应该是淡掉。油区都可能带有一些水拌的一些微生物，常见的包括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、大肠杆菌、沙门氏菌等等都可能。将前往稽查，若查获不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的项目，将要求业者限期改善。复查时若仍不合格，依法科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。台中市辖处会过去稽查，精神总公司是发生零回事咧，表示讲会联络人客持续关心，嘛会配合主管机关的调查消毒，确保食安。讲唔那这台南有消费者25去85°C永康昆山店买凉的，内面竟然出现铁条。他就马上反映说，这不可能不会发生这种事。你可以调监视器，你没有看到，没有去了解，怎么可以说这不可能不是你们东西？即刻派员到店家稽查，查核作业环境及食材保存情形，如有缺失，将要求业者限期改善。台南市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，随派人稽查，中常若查到缺失的，要求业者限期改善；后壁复查若阁无合格，会照宪法来开罚。嘛要求业者要落实自主管理。85°C总公司是回应讲，铁条是料通挂落落去变挂的时阵中迄条，人客已经谅解，因嘛会加强门市的检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